再來關心這高雄大林埔千村的計劃已經啟動，其中一單呢，就佇個鳳山的鳳祥公園的邊啊。也毋過，這個公園呢，其實伊永過是一個糞掃場，也因為沼氣的問題已經封起來足儕冬啊。所以議員呢是建議講，應該就要做一屆，把這個糞掃攏甲摒互走。咱啊市長陳其邁伊也要求相關的局處趕緊來評估規劃。入口處的鐵門鎖起來，原地菜地者禁止進入的告示牌已經繫佇咧邊仔。這是高雄鳳山的鳳祥公園，面積3.2公頃，以早是糞掃掩埋場。2003年才轉型做公園使用，卻因為土地糞掃分解產生沼氣有安全疑慮，就安尼封起來。這麼多年來，攏囥咧趴園，正做治安的死角。因為附近有大林埔千村的預定地，有議員認為市府愛想辦法徹底解決這座糞掃山。市府也有評估過。大概要移除那一邊呢，大概需要花13億的這個經費。可是移除了之後，那一塊土地呢，可以來做活化，也能夠變更成為住商的用地。辦一些活動在那邊，後來你看就沒了，就荒廢了。荒廢之後，你就知道嘛，有一些不法分子啊，或者吸毒之類就跑到上面了。所以那座鳳祥公園。後來是沒有人敢去啊。鳳祥公園附近除了中崙社區以外，未來有部分的大林埔居民也前來遮。議員認為，市府敢若靠變經費來整理公園環境是治標無治本。里長嘛希望會當甲遮的糞掃攏刷走，莫規間規工攏咧鼻臭味。市長陳其邁也答應，會要求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去評估規劃。如果財務可行，那當然也不應該也可能也不止原來的這個垃圾餐的這個範圍啦，能夠利用整治並開發的手段來加速整個垃圾山的移除。因為趕快是糞掃掩埋場的南馬溪都會公園，其實都是一個成功轉型的根本。不只個因為鳳祥公園位在精華開發地段，地方期待會當徹底整治開發，帶動當地整體發展。記者郭家祖、邱超陽、高雄場報道。